对，太多问题了啊！埋头要向外吗？好，可以。加吧，马布拉，大家好，我是阿爸的人，我是日本日满珍妮，我是 Gibby。嗨，我们今天3个在这边干什么呢？你确定？就刚好时间有空，就是呢，因为我们出去表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非原住民的朋友们，或者是外国的朋友们，他们很想要学习我们的语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那我们要先从什么开始学呢？因为那个音乐一下的时候，外国人就会动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会先教他们怎么跳舞。In by one, we don't say let's dance. We say uduli. Uduli arena imaja. Hey. Uduli arena imaja. Hey. Uduli arena imaja.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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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hey. Uduli ina makuda. Hey. Uduli ina makuda. Hey. Uduli mayamashia.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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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hey. 没错。你知道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想要uduli一下？头痛的时候，乌杜里；脚痛的时候，乌杜里。都已经脚痛了还要跳，他们就是快乐的，没有错。只要你有心，人人都可以乌杜里。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感受台东的原名的电音的震撼啊！没错，对，要让世界被我们吓一跳。没有错。喂，大把兵的多少啊，多床啊。In by one, we don't say you start of me. We say minus. M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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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s. M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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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s. M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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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s. M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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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us. 今天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外面很热。它太热了。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台东人，所以我 OK 的。这个没有 Mindus 我在结账的时候发现前面那个男生真的好帅。Mindus， 结果我发现他是阿毒。Mindus， 有名就 stop 吧。反正外国人一定会觉得很明啊。所以他们會說 I have a question。反正他们就是很爱问说，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台东的音乐啊？对，有点像部落长辈回部落的时候，他们会说，家里还有没有菜？家里有菜吗？伊做奶奶就在家买一度吗？还有没有热情？伊做奶奶把给不成了。你有吗？你有热情吗？你有把给不成了吗？你有吗？伊做啊有。有。接下来这句话很好用，一定要学。Jala kitulot sakay. Masulot, arabat. In by one, we don't say we have. We say Izua. Izua paumu. Izua Baiso. Izua Iina kilala indua ala. Izua Paumu. Izua Baiso. Izua Iso kilala indua ala kai. 没有 Izua 有里面有什么？钱白鼠有白鼠，还有什么？保姆。没有错。为什么有钱又有保姆呢？因为他们是有钱人。有钱人生小孩的时候就会请保姆。如果没有钱的时候就有点无奈。自己的小孩自己顾。对，所以生活中不一定每次都那么顺利吧。反正就是你像我们写歌的时候啊，大卡住，然后又没有灵感。那么呀，要打住啊，忘了啦。那要打住啊，忘了啦，就只有这样，只好这样了。In by one, we don't say it is what it is. We say jagudain. Jagudain, noti songalan janua. 人生当中真的是有很多无奈的状况，比方说，现在出去外面住宿没有带牙刷牙膏，加古代，记得带啊。到机场才发现没有带护照，加古代。
没有错，不管你去哪里，你都要记得带重要的证件，然后记得带牙刷、牙膏，带着快乐的心情来到台东玩。好了，各位同学，今天时间差不多了，相信你们也是获得非常非常的多。如果你们觉得不够，还想再学习更多的话，那你们记得除了听我们创作的注意音乐以外，也要常常来台东，毕竟台东非常多原住民的文化。那就这样咯，下次见，拜拜。